亲爱的师弟师妹，那我们为咱的年龄，咱的年龄，咱的点，咱多一些的点，大家早。愿法师早安。非常欢喜，今日有这好的这个一年，咱来上来为着这个台湾，当然这嘛是上天慈悲，咱的做事方式，老先人我在医生，咱这里医生来点，加上着咱主持人领导。所以今日这好的这个议员，咱共同来参。那今日咱知影，这个民委班就讲，在各位前面，会当入去委班的当中，体咱的地位，那么这个议题要出声的，议员要出声的，这叫做面对。那因为咱不知属于知，不明属于明，这叫做客户。因为当咱唔知影时阵，当咱无明理的时阵，咱透过着作这主事一年，把咱慈悲，把咱启开，在咱的当接来的有明。所以若要甲讲起来，因为咱每一个人，伊都是接来当中。拢会使甲讲，来到这个世间，轮回，受清楚。所以咱是为了讲，万劫千生一出生，万劫就是讲时间，个劫就是讲时间。我听讲印度的时间，这个劫是足久的时间。生入你清楚，咱得到这个身体，叫做万劫千生一出生。但是咱伫这个万劫内底当中，离轮回不息，所以咱就讲这个世间，咱尤其即处来到这个时阵，都是一个足好的这个应运的时阵，人叫做天道大开普渡，广度有情的这个众生。所以呢，今日咱有这好的因缘，咱有着天道降世。所以来讲，师弟前世进来因，就讲今日咱要来到这个时阵，尤其在出世的这个阴阳爆发的这个时阵，咱会当来到这个时阵的出世，咱一定要知影咱原因的师弟前世进来因。所以呢，咱若是过去世，咱有修，咱过去世咱过去世。有先做成，咱即世人要来转世的这个方法，伫学业的这个时阵非常的困难，所以咱佛伫经部经咱来讲讲当地时日不有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依正成经，已有千万无量佛，所证诸成经，这是佛伫经部经来讲。来到这个佛法，咱这个佛法的这个众生，咱来知影，咱今日唔是凭空而来，唔是无原因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咱有原因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佛讲有一句话，当地时日，这是当时佛甲师徒的讲的话。伊讲无法的世间，你会知这群人，咱今日这群人。就是现在咱坐伫遮内底的这群人，当地时日不有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依正成经。简单讲起来，咱这群人离过去世，咱有共用过佛，是毋是咱有修过佛法？咱即世才会证着这个因缘来到这个世界，包括的这个叫的时阵。得到正法，要人得到解脱，免得用恶轮回这个辛苦。所以这就是咱，互咱即处来
这个世界得到一个非常难得，这个难得其实嘛毋是我拄则讲的凭空而来，是因为咱过去世才能修身，咱过去世才能办道，咱过去世才能行善，咱过去世才能做德，咱即世才能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咱既然来了，咱过去是修福，咱过去无修慧，咱是修福无修慧，就是讲咱有供养过诸佛的菩萨，咱有供养过诸佛的罗汉，咱有供养过，但是咱是供养正福德，咱无受到咱的地位。换一个讲的，咱修福福，咱无修这个清福，咱就讲的是啊。因此当中，咱即世过来认为，大家做有福报，来到台湾即个叫做蓬莱仙岛，拢来出世伫即个仙岛。那来出世伫即个仙岛咧创啥物件？仙岛顾名思义，就是仙所住的所在。那即个仙岛呢，因为咱知影，过去一贯道为大陆来，伫大陆当时的土地也真厉害。咱一寡老前因为18个单位打了即个刀王，刀王，因为伫中国大陆，你也伫当中可能拢被你处罚，所以因此伊咧经营之下，老前因辈，因冒着因的性命，冒着因的性命，把因的家庭拆散开，来到台湾，即个蓬莱仙岛，把咱一贯稻苗继续往下扎根。把一贯稻苗继续发扬光大，因此，伫即个台湾即个土地，民主国家即个土地，佮继续种下了一贯稻的稻苗。经过了数十年的即个岁月，当然一贯稻即个稻苗已经播种伫世界每一个角落。咱知影，一贯稻伫世界真已经有100几个国家，应该咱是足清楚的。那今日若要佮讲起来，即个所在就产像一个苗圃，苗圃咱听有啦就是一个黄仔埕，即个黄仔埕所栽培即个即个黄仔，就是要咱去播种花咧，一个黄仔埕会当播足济不良家，而且即个产业，所以就是因为伫台湾即个黄仔埕无介大。所以这个仙岛无介大，但是已经伫世界有100几个国家。各位，咱今日伫台湾这个土地，咱爱做工分。是怎讲呢？咱伫遮修道，咱伫遮听道，咱伫遮文化，咱感觉伫遮拢免徛空腹。进中国大陆，尤其伫两岸无共识的当中，当时咱过去的前辈者。费嘛诚侪心力，来甲中国大陆以当局来做一个和好，会当把咱一贯道的稻苗，把咱一贯真理再回好咱中国大陆。但是听讲这个时阵，咱中国大陆当然伫当局的执政即个袂当达到共识的情形之下，对咱一贯道土地嘛真厉害。我听讲迄日，咱一贯道的一个秘书长谢衍柱，你和我嘛真熟，所以呢，伊是秘书长，听讲规划机会，互你爱关5天，伊内底一寡人才也会放出来。咱一贯道一个谢秘书长，若要甲讲起来，咱过去下面当局嘛有咱立不了联络，有啥物活动嘛拢下面沟通过，伊甲你讲。你是社副秘，你是社秘书长，我管你5天就好。你社秘书长啦，你是食秘书长，我当管你5天啦。你若唔食秘书长，关你到底可能你袂想得出来。所以呢，你看嘛，我为啥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即目前中，咱中国大陆随时咱把咱的中国文化，把咱一贯道要伫中国大陆来同化重视，唔过呢过去。生活伫中国大陆这个土地，因随行每一个人足渴望，什么足渴望呢？就是最大艺术的参照，
一个人，迄个足久拢无啉过水，足厌水，足喙焦的意思，足渴望，要人得到一罐真理，得到了后，大家会使讲非常非常的欢喜，所以咱讲全全有因。但是你讲嘛，即摆都开始乌云天啊，乌云天毋是外口的乌云天的嘛，你问姐姐，我咧讲乌云天，看到有好一个讲外口的乌云天的，中国大陆伊正式即个乌云天对啦吼，啊，所以即个当中，因为要去遐传道，要去遐得道，所以呢，疫情嘛非常的危险。所以今日即款的情形之下，咱台湾即个土地，你看看阳光灿烂，阳光灿烂，哦，无论是咱的生活也出来，无论咱的收入到咱的要讲世界每一个国家去传道，咱嘛真重要。咱今日伫即个所在开即个班，差不多200种。那你这200种的内底当中，伫大陆敢有可能互你来开？绝对无可能。差不多唔免开班就来了了。哦，讲25个月，就叫做规划有机化、自由化，25个月就袂使有25个做伙啊。那你今日必须即种的场面场面，要大家到遮听道理，要大家到遮互相共勉。连你听道理嘛袂使哦，嘛袂使哦，你讲嘛？所以今日咱会当生活伫即个蓬莱仙岛、台湾即个土地，咱也非常的感恩。就我拄则讲的，咱过去有修，咱过去有行德有报德，咱世人在咱转世着即个蓬莱仙岛，这嘛是非常的无简单。但是咱要知影，既然有遮好的即个因缘，互咱生伫即个土地，这里我讲叫做医本。什么叫做医本？医就是讲医治你这个身体之外，你会当出世伫这个国家，叫做国家是你的医本。你若当你出世伫非洲，迄个无饭通食，你的医本就是迄个国家。毋过呢，咱来转世伫台湾这个国家，咱的医本台湾这个土地，对不对？咱医本好无？咱的医本真好。太太嘛是咱的医本，先生嘛是咱的医本，敢是安尼，囝儿咧逝世拢咱的医本，所以不能讲医本是医治你肉体和你有关系，迄叫做医本。所以咱今日无论伫医本，即个国家的环境，伫咱的生活周遭内底拢真好。进步就是讲咱即个肉体，咱即个肉体啦，吼。所以不得不32项，有80种好。当然，伊是受3大8种企业。伊受进不来，但是咧，今日会当来到即个台湾即个土地，无论医保甲政府，咱拢非常的好。这嘛是因为针对过去受因来，所以不得伫因果经咱家己讲一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死；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死。希望讲咱即世人，咱就继续。甲正着医本甲政府，今日非常难得咱的这个美会班会当邀请到咱台中宝光重镇单位许凤华徐典师，咱徐典师是咱伊伫宝光重镇单位已经令人我所了解，有500位的点数，宝光重镇。人才济济，看要什么人才咯？看要人才咯？过去咱一贯的做伙，看着咧办活动，拢总是欢喜从的。但是即摆一贯的做伙，咱若看着咧办咧大型的活动，拢总是宝光重镇咧办。咱知影，一个单位我拢办甲遮个大活动，相对就是伊的人才有足够，伊的人才能力是足够，但我拢办即个活动。即个人才能力有遮强，来自于对庄严来自于领导者，所以咱我非常的惭愧。当然，今日领导咱爱上，甲领导咱好成，我当然达到咱这个上天将会这交代如意，这是咱合合。
非常爱来参与的所在、关心的所在。但是咱看到华光重整，伊个单位，咱做一个照片，人个单位是咱办起来，透过讲办甲5个人拍点来数，因看要考试也好，要硕士也好，要学士也好，要科技的人才也好，要什么人才也好，拢做过。所以呢，属于一个足科技、足现代化的道条。所以呢，尤其咱徐凤华徐连师，含咱的一年也非常好，因为有一处咱同学懵懵懂懂去受到邀请，咱台中重整单位的一场课，让徐连师给了这个讲课这个一年，所以呢，咱我感受到伊的学好，伊的活法也好，伊的能力也好，拢总是咱的照片。因此，咱同学旧年就要甲邀请，一直邀请，因为仪态无用的。每一课本来是咱第4年，咱一年当中有4班的优惠班，第2班来邀请第2，但是无法度伊的课太济，所以延到今年最后一班的这个优惠班，总是来甲邀请。所以今日来，咱把这个时间，咱徐连师尽量来讲伊带到这个撇步，是安怎伊对收办到，因为办到就会办遮尔好，当时以什么方法、甲什么立场、甲什么坚持来做遮好的队伍，所以呢，我这个所在，咱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恭请到咱徐连师来甲指挥，好，谢谢。